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的日头下日公公。老古言语讲得好，龙有情，没有义，养育爱好天注定。如讲啊，是家有天生，到底是家有，也是娘有呢？相信大家听错有谈过，佢结婚以前啊，係有主見，結婚過後啊，就變做太男人。佢結婚以前啊，係生意穩重，結婚過後呢，又變做無結無節。結婚以前啊，三後做兩後爬，係豪爽。結婚過後啊，即刻嫁到嘅就變主公咧。哎呀，到底有點係有點，有點係缺點，缺點係缺點，又係缺點係有點咯。哎呦，我都明唔清楚啦。還係夾來談看啊！呢條歌讓你講起精彩嘅大嘴鼓好咧。呢條歌啊，我請教你啲問題吼，照人嘅經驗啊，你知道一對男女對唔認識到結婚結婚，通常是要幾久嘅時間？啊？你阿問題我有回答咯。唔講下幾久嘅時間1年8個月有14年。也係樣會算出來嘅啊！跟我兩個朋友就會認識按久才結婚的啊。哎呦，還唔變啦，愛按久哦。啊，咁我一般係幾久啦？我認識一對男女啊，對唔認識都認識，都認識都熟識，都熟識都看對面，都看對面都結婚結婚，一共用嘅幾久？13分鐘。咁啊跳唔叫冇啦？呢樣啥要咧共同嘅特點？乜個特點？先當結。先當結咩無法拖啲13分鐘啦，對方看清楚啊。呢樣啥還有咧共同點？呢樣係嘅共同點。好怪煙。呢樣係怪煙啊？那該就怪煙啊！誰都屁事些事情，都國家大事，各方都怪煙。哦，佢呢樣係怪啦。比方講嘅細妹，今年30歲，還蠻嫁人，就因為啊，當好怪煙，屬實幾個人啊，撈佢愛一個片名啊，很多喜好娘。喜好娘，咁咪都會掉，叫真頭很有名啦。大做紅起來，坐到面上順，對等個鬧鐘就開始怪煙嚟啊！呢樣咪怪？我是500塊買唔轉來，迄個係唔係我紅紅嘅呢？嚇！哎呀，我真唔會遲到幫你發錢啊！唔看，幾年嚟又唔省唔跌啦，到底係唔響啊，一係響啊？唔看，係唔7點響啊？一幾多點呀？嚇！咁你下幾多點啦？爭6點50啦。哦，真係喜好娘，咁都忙7點啊？再講又細來啦，今年40歲。到一間小公司啊，識頭路，咩因為當好怪煙，當好娘，咁個同事咩留佢愛個片名，按到娘娘拖拉骨。哦，你阿個啊行較強，比個細妹行較強啦，嚇！個細妹係一天啊，這個娘，個啲阿細咧係一拖拉骨咁多咧。係啊，而怪煙嘅事情啊多咧，比方講啊，俺唔呀送女朋友轉到屋卡，其實佢轉屋嘅時節，規路嘅啊。弄啊，尿唔可以停的啦。啊，嗰件弄物嘅咯。哼，萬幾天，一天要洗來送洗妹轉屋卡啊，哈！我就洗來就唔驚嘿，萬一一走出來一隻土匪，我就拄一條兩個殺啦。哼，幾日的生牛排也唔驚屁事，4碗半條咩我包啊？還有萬幾天，一天要洗來付錢啊？其實你錢咩我比人較少啊？我唔講緊乜解法啊？送細妹轉，你還洗來幾陰呢？請細妹食飯，洗來出錢，你還風土呢？幾陰，我一出事情，買來負責啦，風土有風土啊，我就失足幫豆腐魚啦。你看當日生牛排，根本就16號，我付託就存500塊的啦。萬人係唔當日生牛排，你做唔係食較便宜啲嘅係冇啦？佢冇面子啊，因為我老佢講吼，我係富二胎啊。好咧，唔照講，那有人係人啊，嚇！我老唔講啦，個欺騙式嘅愛情嗬，唔可以長久啦。也係咪個沙飛啊？老唔講吼，呢富二胎、乾二胎，人家我煩咯。你看，像我卡買包嘅啦，我老人講我係包嘅二胎，人家我諗係約飛嘿。哎呦，反正啊，我老唔講啦。
刺激起人的爱情哦，两种感情哦，做乜会出问题啦？只要一对男女啊，吼，对唔认识都结天结婚啊，就用了13分钟。嘿，讲起来啊，我一当好奇嘅。佢两个係样版型，會看注意對方嘅呢？你想要了解吼，还咩唔對樣啦？我講，迄冇按樣啦，咱來配合一下誒。樣係偏啊？就按來做記得啊，我做個4號念，唔做個念念拖拉鼓。做唔得，我做唔上啦，跟我都冇見嘅，我唔曉嘢，唔曉嘢。哎呦，也唔是經驗，你就見怪煙，見尿就好嘅啊。同阿都見鬼嘢？係啊，做得冇？嘅，好。你講嘅兩三年，有你啦吼，都電工查，都上班咧，查行人來啊，兩三就讀到嘅，呢一種情形。我啲，做得好。我就見樣見鬼嘢。係，好，開始哈。哎呦，你係個歡迎噶，做乜樹團體咯哈？因為搶名嘿，我係手機啦，再講我係看等洗皮包嘅，拿等洗書機嘅。我話都有樹啲個大沙狗咧。差讓我喊唔來哈！一公差真係當定人腦呢，每初期嘅時節啦，你就目睭睭嘅看佢一邊嘅歌，等到唔喺錯嘅時節啦，佢就唱啊好嘅男嘅人，總係等唔來，唉，又會遲到咧。一查表啊，難等個交通亂啦，個查係亂死啦，我都咪亂轉啦，還有人19啲嘅視察，我這件健康咯，心肝咯，健苦啦。遲到，一遲到就罰錢，再用罰落去吼，喊你拜，萬你還嫌唔遲到啊？實查，幾多人食到奶啦？搶雙倍啊，搶명節啦，太實查啦，好捱啊，瓜子都付唔到啦。我瓜子吼都명行就價格咧，是1000塊。很明太捱叫，又唔會食茶。不，其實咯，食茶哦，咩冇乜嘅唔好啦。食茶嘅時間，按照咗嚟看出門外嘅風景啊。哎呦，個風景有乜好看的呀？除咗南美人，就係西美人；除咗西美人，就冇人好看咧。乜嘢係唔看人啊？唔准你看嘅茶嘅茶牌啊！個茶牌有乜好看的呢？上班看到個茶牌當成詞哦，下面嘅 QK 5007啊 ，QK 507，幾成詞啊！個茶主係佢離晒哦。做事發講啦，佢唔講嗬，講喺看茶牌嗬，也實在係苦中作樂啦。其實啦，迄個讀到連續假期哦，我今日哦，做得唔可以出門，我就唔可以出門看呀。佢幾日嚟出到屋卡，有乜個意思啊？我就做看天師啊。個天師有乜好看呢？幾日嚟唔係事業線，就係人魚線。唔該你啊，係咪攞要按新名詞哦？事業線意思就講，佢兩條線特別明顯，事業就特別好了。難怪亞細妹一隻做嘅衫越來越少，做得短就短，做得少就少，我就問唔清楚，一條肉貼貼嘅後生細妹到底係做乜嘅啦？你有咩唔清楚咯？全部窮樣啊，我分唔清楚啊！你看，從到檳榔攤，佢就係西施；到展覽場，佢就係 sugar。到個攝影棚啊，講嘅八卦就係同歌藝人；到球場跳舞就係辣妹啦啦隊。哎呦，係咯，唔講啦，我個當然我見到無頭腦啊，佢想唔出乜嘅啊，技巧啊，啲啦，人嘅身體啊，啲個做文章啦，乜個事業線啊，人魚線啦，乜個八地機啦，人啲個討論，人啲個崇拜。咩都啊，一天啊，我都唔敢去啊，開始要唱潮水嘅。唔係做得練個人魚線，出去吹下風頭啊？人魚線冇啦，就成社會線嚟啦。俺哋同樣事業線嗬，咩另外當然咧，除非俺去做嚟假。咁咩冇乜個做唔得啦，橫事咯，啲東西當到就假啊。將我認識啦，而家做阿妹啊，佢就講嘅啊，我講阿妹嗬，嘿。只要成果啦，其他乜嘅都唔怕。全部用做嘅啊！難怪也韓國偶像團體，全部都唱到差唔多啦。你看亞沙飛，乜嘅就係假，目珠看到啊，某一天係真嘅哦。有樣哦，唔像我啦，當好看嘅棒球啦，我試睇咩不收錢，問題到最尾哦，幾條少人嘅打假球。
电视的新闻，动都咩假的。名路的假消息就漫天飞。去年百货公司周年庆，我排列的排几半日，买个化妆品，竟然是假的，买到123极贵的，有那去就烂一只太空，背面上底讲，个 T-shirt 做的，买一个牛腩，吃错日期，还下涨呢，你有没有讲究像盲年啊哈？最近哦，当多东西啊都会假，只有啊老朋友啊才是真的。过到老朋友啊，上礼拜我约我的同學啊，叫我出來打鬥士。哦，安好啊。路規矩啊，73年13點一項菜點好呀，我就開始啊吼打最鼓。不過現場啊吼，一時的上都冇。點做說可用打嘴鼓啦？就按樣啊。啊呀，按用地啊，係啊。5點麥雞菜，哦，客家小炒，5粒鹹菜湯，我胃唔好。按叫做唔得食辣咧，人家3檔好看呢，都喺邊買嘅啊？日本鐵銅錢買嘅，挺貴嘅，做啲一下買就好嘅。從啲國嘅以為冇嘅啦。按叫要看日頭下日講講嘛，當然愛啊！我最喜歡看嘅日講自己行乜家無？更好看嘅日頭歌嘛哈，行做得啦。家己煲，才袂臭臭。一兩時啊，唔掂賣店嘅客家土雞吼，掉上來呢個香都是都唔掉。我最鬧哦，客家土雞都盤嘅啦。我拿快去了吼，結果政府講，是啦，好掂掂嘅2-3年，叫我嫌個頂一下，下到我快茶就跌下來。做乜嘅咯？全部拿去個樹雞，咔哧，對定個土雞翕唔停嘅啦。哎呦，係翕乜嘅相啦，夾啦，才會人哋去咧。什麼事？先上傳打卡。嚇，打乜嘅卡？唔看啦，一種卡吼，一年做得打8多，佢上班嘅卡就會唔記得打啦。實在哦。人家3年國先讀親呢。娘兒，我咩感覺當嘢閃呢？一般我都冇買愛粉人。啲潘哥說啦，我咩冇錢財粉人呢？都冇卡，我咩唔好老人講法。當到看法，你點解當上槍呢？你有共同嘅語言。很難貼合，nhà老公啊，聽到當安啊。按好，人本樣一天當體貼呵。唔係，我係單身過嘅呢。我咩13年呢？你嚟去公證結婚好嘛？唔開一2-3年，對認識到結婚結婚就用了13分鐘。哎呀，實在啊，有限講啦，唔過了2-3年，渺小好怪煙，咁有適合。我談過一句話哦，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我煙哦。哎呦，我知道哦，結局哦，聽囉嗦聽假嘅啦。還有那假嘅哦。公職結婚以後啊，佢哋用啥新爹爹就準備去新婚旅行咧。好，咁當好啊。好嘛嘅好啊，就因為啊，我去個地方無空樣，你用啥要見怪嘢，喺我再嚟學一下好冇？好。你哋呢存幾多錢啊？看冇8萬啊。佢懵嘅呀，冇8萬，你幾多萬啊？3萬。乜嘅呀？這樣3萬，我差咁多嘛？那有錢帶我去旅行誒？冇問題啊，更想去哪啊？我去東京。哎呦，唔好，東京啊，按到鐵頭啊，危險。更高去哪啦？去印度。哎呦，那是哦，按講啊，你去印度轉嚟來嘿，我就知啦。當日習慣度啊，冇憂冇緊啊，還講啊，我怪煙。唔，更想去哪咯？去美國、泰協國。哎呦，個邊疆10年有乜好看的咯？去邊度？安海，點解東江漢嘿？去赤土、新幾內亞。哎呦，咁樣嘢事咯，去亞馬遜河嘅叢林。哇，佢有新人衝咧，我知啦，你就想學我本人識得衝嘛？去泰國。跳橋，去英國。跳遠的啦。好啦，我今天去一個地方，去北京。你唔會嫌老了哈，佢年咯，我就講年就當幼小啦。
喏，这个娘的啦。哎，好，老师人讲啦，我做路看唔顺眼的啦，难怪哦，有人会喊个鸟小马吼，死好念啦。喏，这个天命的哦，念念拖拉骨人啊，看到你就火臭。我看到啊，真想我有嘞。念念鬼。好，你怎个来用？我现在求平安符了，安恶啊！你这样种口气人的讲法吼，我就神枪报复你哦。鸟小马，这念念过。好，佢啲喊乜嘢？叫幸福啲人係都希望咯。去，當然要去。去隻地方吼，唔愛冷，唔愛熱，無聲人畜，講演唔愛演，講拳一般人做唔得凊彩去，我講到觀光，還得萬人看萬人咧。佢梗係去那位咯。你用啥吼？去法院離婚。哎呦，就離婚了。熱公公，下班啦？心情冇唔錯，啊，見到會發癲呢。發生乜嘅事情啊？都機車嘅事情。假人啊！你有人大門做係咩啊？唔敢摸係哦？嚇？唔係啊。假人啊！你面有冇風風啊？你係咪出手啊？係哦，個口腔是看好，有人一粒一粒呢。有很多。你都冇過嚟啊？假人啊！你面到大容易啊！你按容易唔講，你當笑呢？假人啊！你做乜嘅事情面會變到咁樣啊？馬街都冇做啊，都係我朋友開眼俾我按你啦。嚇！人家朋友有樣冇樣？我真係挺戇嘅，鬧到幾我朋友就先至講嘅話啦。佢到底係樣嘅？講來聽一下。我記住啲嘅醫學美容診所上班啊，做嘅乜嘅美容顧問啊。聽講嗬，嘅醫學美容最近超流行呢。係啊，聽講競爭凍結了哦。錯啊，就前一步啊，東區都冇看到佢啊，佢就想講用下佢嘅診所，順勢打咗一股啊。這樣說，就冇想太多啊，就去請佢，佢坐下來哦，講冇兩句哦，佢就開始健康的顏面呢，看門入面做嘛？講係一輩啊，氣色唔好，面色冇光，冇空，體態還注意哦，反正哦，講一太多顏面好嘅毛病啦。哎呦，剛剛都唔好呢，老朋友一見面是講哎呦表面的事情，實在哦。我哋叫幾厲害呐，佢用樣式就變面，用種溫柔嘅態度老嚟講哦。假寧啊，愛好係變得唔好啊，愛好好啊，把下巴嘅幾邊，然後面後長到長。頭髮啊，長得好啊！下咩係哦，實在很頂癮咯。唔單槍按嘅啊，你老人講，沙下來嘅2點鐘，而佢是對咗假診所嘅療場咧，嘛嘅輕眼神啊，嘛重講啦，還有嘅雷沙，法拉比哦，頭都嗌太陽哪都顯了。係哦，一天明顯嘅啦。我講嗬，你嘅朋友哦，伊按久冇看到你。以上嘅唔係人家老朋友嘅人，以上嘅哦係人家老朋友富態嘅地方，一種一種嘅開票。冇唔錯，我真人挺濃挺甜甜嘅，就會練到啊！這樣說，我就加入佢嘅療程，啥來咧？撒下來，面都變到暗你啦！跟人家朋友喺夫妻團處理好來啊！我老人講，佢當先生啊！硬是講，老幾冇相干啊！講係講明哦，老幾條嘅療程一時嚟關係路冇，唔通我要欠冇？好啦，假人唔使咁艱苦啦。某一天哦，國家建議人家免除冇事嘅啊。
我因为唔敢看，冇错，又攞去做做係假朋友啊！唔要講開啊，佢人講嘅話，要按做唔得先哈。啊，好啦，咁樣啦，冇相干，買可能嘅廣告以及鑼鼓言語哦，嘛該聽嘅嘛該掛，嘛該認個嘛該買，你哋有聽過嗎？冇呢，係咩意思呢？嘛該聽嘅嘛該掛，嘛該認個嘛該買，老人下推銷產品係亞朋友嘅套路，當業績壓力情形下，佢也聽從會想辦法寫你去買佢嘅產品。按你講哦，咩唔可以查啦。我想哦，不過佢嘛該認下，佢啊會表面推銷。冇唔錯。阿叔講嘅有道理哦，嘛該聽嘅嘛該掛，嘛該人講嘛該花，佢哦同無腔嘅人腔下，遇到無腔嘅情況，佢聽人講嘅話哦，我哋一定要好好在面看啊，安尼咱可以保護自家哦。啊未我喲，佢諗係做咗係我買嘛？用嘅咯，佢講啊，因為係高明，故說要推薦啊，控高明嘅保養品啊。啊未愛哦。嘛該聽嘅嘛該掛，嘛該人講嘛該花。哦，也個鑼鼓言語哦，色彩唔簡單。像我也個鑼鼓言語細博士來看啊，伊可以分做千多面相哦。首先呢，就也生物學嘅角度來解釋，也個聽呢嘅掛嘅係生物界嘅因果關係。再來呢，就人類嘅行為學來講，一人講出來嘅話，做出來嘅行為，就像鋪嘅夾鋪嘅，吹掛嘅夾吹掛嘅，咪係一種因果關係。再來啊，從歷史學嘅角度來講呢，乜嘅？時間到咗，快些，今日我就冇多講嘅哦。觀眾朋友，大家來看看啊，接下來有乜嘅精彩單元哦。頭擺總都有兩兄弟，大哥40大人，老太20歲處。有一日，大哥是同老太講：老太啊，您講好，樹太開吧，人太搬家，個老人家個性有100年了，你兩啥會搬家哦？老太就講：大哥，你做主就好。今日下，你屋下是中有2米多嘅谷，還個新富天庭。該2米多嘅谷做錢本意那是你自家出去打拼。該到天體啊，大哥愛來講，老太嘅老成年啊，基本到2米多嘅谷了後，唔敢假講，就本家大哥腳出去，暫時帶到天了度。有一日啦，個老太嘅該到谷啊。本隔壁嘅大街講是強強，見了下嘅老太是乜嘅都冇了。隔壁嘅阿伯個人唔去，除了大街講送本老太。過冇幾日，呢隻大街講有本另外一家嘅大黃狗咬死，嘅黃狗嘅主人啊，有咩個人唔去，除了黃狗送本老太，另外啊讓出2副天本去去講。嘅老太有2副天好講，心肝肚。娘辦歡喜呢，夾就去親家大哥，為撈佢食牛來來天。忙啲家大哥講啊，呢條老牛股做生做死，天公日，愛喊我飼牛啊，食唔得咯。個老太冇辦法吧，是走咗去，天天都想，佢當都該想嘅時節啦。忙啲該條大黃狗開在講喂，講。黃狗更見唔少太陰股，個老太太牙都戳下樣，又長又強哦。心肝都想，哎呦，呢條狗樣會講喂咯，還是問佢講，咁要讓啊！唔過我按部條章做得咯，入市條是做唔得咯，按也好，你是來去來天去看啊，該按部。老太是留狗去來天，天猛講啊，唔但像來好，個怕塔好、幫好，連六畜是大好嘞，佢做得10天了。就是穿下出去啊，通壯人都啲啊，
个太过谈到个网狗，来昨天有脚有杀，日暗部是乜到和谐和谐，还是走来了老太参详。个老太是了两条网狗，假本家过去事。忙的两条网狗啊，是人家老太做主人啊。个太过吼，系讲，哎，今机器来天啊，佢是冰冰惨啊，还能咬机。太过火当错哦，拿到天挑是来打哦，三打四打杀了两条网狗打死体去。天讲嘅时节啦。老太来看到网狗尸体啦，哎呦，佢就驚叫住哦，撈了條網狗，買到天心順，又幾隻奶頓呢？第二日，呢隻奶頓呢當行啊，是生出一條樹哦，冇結果是變咗一條大樹。有一日啊，老太昨天咧，是來到呢條樹下，佢為了聊聊，聊聊個啥水體去。七歲到半夜正想，北行起來腳骨本個樹根更多，實衝到呢條樹當一聲，個樹當係牙瓜哦，鬼龍圈一大串是噼里啪啦昨天背走，順實我要錢多個吊死下來，讀到個老太啊慢頭慢面慢線都係吊死啊，老太夾夾來就轉起樓，佢啪啪牆來三拍四拍，哎呦！你還沒吊死耶？你係芥末呢？其實那兩條芥末是賣天賣地賣牛，還中有一半的芥末啊！就老幾送本家太過，家太過糖到今日暗部啊，佢未走到兩條樹下，忙到半夜哦，是緊繞個樹哦，樹當係牙瓜吼，戳下鏡，鬼龍圈哦，要噼里啪啦背領就順曬，我要錢到個吊死下來，讀到家太過吼，慢頭慢面慢線都係吊死啊！家太過心肝都當強哦，心肝上啊，嘿嘿嘿嘿，我兩擺發財了，忙啲吼兩擺係正經嘅吊死啊，潮胖胖死要死唔睇咯，以後啊。呢個太哥是唔敢硬過欺負老太咧。人講啊，兄弟伙，土變形。觀眾朋友啊，兄弟姊妹之間聽出愛相互來聽書，唔好像今日嘅故事裏頭嘅阿哥強樣，因而都暗想愛將老太。唔看啊，兄弟唔和見變死。結果未到鬼神出氣八部本影響，真嘅係坎改啊！觀眾朋友，下個禮拜有乜嘅精彩嘅節目內容咯？我記得哦，準時收看日頭下日講講，就啲了。